查下了儿童大家小姐一个新闻日，广东5市无限体自立家庭对事业的理想艰难实现。苗栗太湖一个传统业者钟玉丽10年前遗憾是一个离女，为到开传统的梦想，同卢卡的历史暂时的归台班，也因为对料理嘛个路唔晓，遇到许多困难。不过钟玉丽过乐观，过出家应好应满意。一开始唔本人看好，钟玉丽更加有2间传统的7家咩系主厨，向下来认识一个农村妇女，用来变做数年过后的传统头家肉。因为文子老师是我最喜欢的老师。兼做中铺嘅调羹羊张玉丽，同师傅当初做下磨限，一下系太湖90年嘅山鬼，创意菜式天出无系用到梨，将会将梨同水蜜桃两条食材，用豆腐皮包好落锅突破。希望蔬菜嘅外层，底部有甜甜嘅细节果子，当收到他嘅反应。含有同梨、芦笋、香菇，用10小嘅中药片煎起来，再用葱塔馅，将它荞麦相摆，当适合热天来食。将用理解做下底摆，菜式照着本人吃到依旧变化，一个看起来像正统番薯嘅料理，其实係用梨来推介。绿就按7家种的东西啊，7家种的东西当然拢用7家地方的东西，就有个特色料理。怎有办法去拿7家的东西拿出来？讲来都呀，含了说个像台北人说的鲍鱼鱼翅燕窝，这类都也就不错的呀。来都呀当然是地方的东西啊。那个什么美生菜有哈，好，然后等一下要几片。张玉丽当下用菜地铁砂来丰富菜式，所以店行当到细节酱油嘅菜，像之前草莓山鬼就有泡草莓来做料理，不过目前唔超市，所以名言卡做到，一下主要系梨，一出炕羊肉，底部看起来像菜头嘅配菜就系梨，料理灵感其实也当简单。清潔嘅土白，人家就係講條條冇生啦，係講條通。那妈妈就会去煲个梨的汤、梨的水，好就不能食。单向的梨就是在变化出4种料理，张玉丽的菜单充满考试，当然想想之前自己对料理根本无半撇。这不要打，莫打开了，打开了我跌脱了。30年来，张玉丽同老公照顾2片梨园，同90里种嘅又大又正。张玉丽讲，之前梨种较多，伊无限。加几样都参错，你都要做去参错，加嘅错哦，全部无拍错皮啊，全部用叫条山啊。系啊，一大桌放起来就去餐桌啊，餐咧我煮的再煮的这，哦就撩一下，又还要过去做啊。不过每下川台湾梨产量太多，假使无像之前安好，又含有日期加入 WTO 将带来冲击。10年前，张玉丽家庭多国法经营过人。以前做也唔要动快乐啊，因为看到梨安太阳也要动爽快，但是价钱的问题跟来跟落的呀，跟来跟多年中，那转行啊，因为行多年的前面啦，你都看到人转行成功啊，唔知我来停价好不会行啊，因为佢停慢的啦。开餐厅就系张玉丽嘅第一步，这当初将提出安尼嘅想法家下，家官提嘅反对，因为张玉丽为咗开餐厅，以下那相同300条嘅梨树专拍。嗰種我老公公，
按旧的条人面就扣咩，按种一部分，吼，佮剩的留给你美化，佮种啊留你的书倒摕去，就种给太书，加帮啊爸爸金嘛，佮要传钱的书的倒摕去，种给唔会传钱的书的，虽然人家就后生人在上目嘅东西，哦，我就留去计算，但是激动无两个。老人家嘅保守，遇到后生人嘅创新冲突，天差不要，改在老公要支持。將有呢個餐廳將時代開心。當然，我哋兩公婆嚟講，我就是看得嚴謹啊，看得懂嚴。好，因為將來嘅時間一定會遇到啲問題啊。假如大部跳落去，水果嘛嘅所有世界水果都可以進口落來，進口落來一定會重接到人那地話。當時餐廳係開心嘅。唔過生意無好，也無請師傅，將用呢個家常菜，當然得到人家嘅認同。一開始甲公司生我都徛腳條嘅，一下都徛木產去，雖然木產較細氣啊，吼，唔係咁簡單嘅事情。當然人下會鹹啊、菜色啦，哦合無合，人下嘅口味啊，一全部就會，頭擺看到本人鹹人就艱苦嘅人。客家人就最好做事啊。口才唔好啊，口才唔好，當然看到人客講下冇同到面會扶我，嚇唔對樣要愧罪啊。張玉麗夢想餐廳開幕祈求就關門，3萬個萬內起好做菜，也順利嘅考到丙級廚師證照。農費啦，嗬，個課位費啦，都要判到個人田媽媽，佢就要判到一道嘅種嘅。本來就要學習嘅，嫌老師一直下來教課程，我只要有課我就送，有課我就送。這老佢就太師傅接觸過，有問題我就問，我就行到親前面，走到親前面，我親講冇行到。按導人之中，天朝有人是得傾心愛，了解道理，也係將有理解做細節好。你現在是個好事嚟，佢講，因為學習嘅心情，老年他講。跟住他因為個人要攞去唱歌，佢當中佢喊嘢啦，佢有啲係傳承帶藝啊，就係個佢講嘅，做到當好傳承，唱下就示範，所以嗰樣嚟講，確實有樣哦。萬內堅持學習，又係要自家嘅創意，將有呢個菜單做出特色，你下經營嘅門檻已經開了第一間餐廳。等一下呢，它因為有保鮮膜，所以它在蒸的時候它會收縮，然後這個雞肉呢，它會就變成把那個什麼澱粉的部分呢稍微黏住，要讓它厚一點點，不要太薄，太薄它就會掉，就會掉出來。好。新餐廳主要係西式料理，將有你自家感覺呢方面嘅研究係冇啦，所以特別請5星級主廚來教。如果沒有馬上叮的話，它這離子後來就會變成不會脆脆的，就是會比較有那個怎麼講，就是軟軟的。軟軟的。經過菜同煎兩條過程，本人看到就當上世界離境要件就做好咧，創意好也一好看上。因為下擺自家有啲東西，自家到人那邊家下，我有啲咧問題家下，就請呀老師過來家下，就啲問題就會解決，冇辦法就會見好上，上唔知講到底要樣做。今天的菜好吃嗎？好吃哈，這個是雙拼，對啊，這小朋友，這那個叫紫蘇餅。對，你可以嘗嘗，這個是我們最有名的東坡肉，我們店裏一定來到這裡一定要吃的啦。3萬從事廚藝，對而家只有做家常菜嘅農村戶人家變做餐廳總鋪，也同加速事業對傳統農業發展到休閒農莊，而家係平凡嘅家庭主婦，都做下潛到佢嘅舞台。我哋要做，係咪我用我自家發揮嘅空間？自家就講總是尋到自家嘅興趣，唔會講因為講啊，你都要對3年對保利嘅，但是今年我哋都要做，雖然農辛苦，但是我看到我自家嘅成績啦。
也如係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日日談台灣郵輪 BOT 案已經規劃好嘅，按算民國105年會完成。唔過也台灣郵輪嘅預訂期呢，會獨立來設站，離14線嘅終點站茶塘還有1公里。嗰所茶塘人如果講講通查過後，怕會本人邊緣化。下禮拜陸向下嚟關心，我哋再會。